保險咪簽乜賠乜咯，使乜你哋 agent 據理力爭？有留言咁樣問我做咗15年保險嚟講咧，呢個係一個最好嘅問題嚟嘅。而家咧認真解答你，大部分以為咧保險就好似一部自動售賣機，撳咗邊個掣就跌邊一樣嘢出嚟，簽咗啲乜嘢就一定賠乜。但真相係保險從來都唔係黑白咁簡單，保單上面寫嘅係文字，而文字係需要對應翻你真實嘅狀況嘅。同一個病，同一張保單，同樣嘅條款，有人賠足，有人1蚊都賠唔到，分別喺邊呢？係你出事嗰一日，邊一個幫你將你嘅情況準確咁樣對應翻嗰張保單嘅條款，要補咩文件，用咩理據，邊一個位要講清楚。就好似你借錢俾朋友，白字黑字寫好咗收據，你以為有收據就一定追到錢，但真相係要追嗰一日，點解你要揾律師？因為你有理據，同你攞到錢係兩件完全唔同嘅事嚟，中間隔住咗一個識唔識得為你爭取嘅人。我有一個客，佢喺 Y 公司交咗個住院賠償，咁以為處理啲心臟嘅問題就梗係賠足啦。咁但係保險公司咧第一次拒絕咗佢。如果佢自己上網買或者打熱線，聽到拒賠呢兩隻字，就可能覺得冇得救啦，收檔。咁我幫佢揾翻醫生嘅證明，寫信補翻啲資料，逐點同保險公司爭取，最後賠翻晒。呢一筆錢咧就夠佢安心養病。所以你問我每張單袋幾多佣金啊？同你講，我袋嘅嗰部分正正就係呢一樣嘢。出事嗰一日，有一個人願意為你去爭取。網上自己買平咗嚿佣金，但賠唔到嗰一日就冇人同你寫信。所以多謝你嘅問題，因為而家睇緊呢條片嘅人裏面，可能有一個本來以為簽乜賠乜，而佢出事嗰一日會因為今日聽咗呢一番說話，記得揾翻一個可靠嘅人。保險從來都唔係簽乜賠乜，中間隔咗一個識唔識得為你爭取嘅人。